给你唱首歌，你呀就没有听过我唱歌，我唱歌可好听了啊！
为你唱一首《军港的夜》。军港的夜啊，静悄悄。别唱了，我真不行了，季才，我坚持不住了。媳妇儿，看我啊，看我啊，放松，深呼吸啊，吸气，呼气，不行啊，季才，哎呦，我不行啊，季才，你赶紧想办法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季才。有了，咱们呀，听收音机。我跟你说啊，听音乐呀，可以减缓疼痛。我们听收音机啊，来。看这破玩意儿，到关键时刻它就掉链子了。哎，媳妇儿，听，好听吗？啊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快听，哎呦，看日本北的新春了啊！喂，部长，季才呀，情况不太好啊，海上风浪实在太大了。登陆艇怎么了？它返航了。什么？喂，季才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们另外想办法，你们得坚持一下啊。季才，这船进不来，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呀！我们是被困着啊！你别急啊，部长还在想办法，你别急啊。不能这么干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都怪我，我不该让你上当。人家都说，这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，我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。你怨我吗？说实话，怨过。可我又想，你一个人在这岛上，多孤单呀！我是你媳妇儿，我不来陪你，谁来？你来了，我在这岛上才有家。我就想啊，你守着岛，我守着你，这辈子呀，知足了。可季才，我要是真走了，剩下你一个人，又该孤单。不许你胡说！不许你胡说！我要让你在这岛上把这孩子给我生下来。季才，我觉得呀，咱这个孩子八成是个儿子。真的？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我有儿子！媳妇儿，太好了啊！你呀，赶紧给咱孩儿起个名儿吧，啊！对，得起个名儿，咱这儿子就是在这海岛上出生的啊！我看呀，就叫海生。海生？
不行不行，咱呐得起个大气点儿的。我看呐，就叫治国。治国啊，立志报国。好好好，立志报国。媳妇儿，还是你有文化啊！来，慢点啊，你再去躺会儿啊。来，哎呦，接电话好啊，好，你慢点啊。喂，季才啊，看看这医生，我给你找来了啊。喂，小王啊，我是县医院妇产科齐医生。齐医生你好，我是王季才。现在孕妇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她肚子疼得厉害，而且啊，一阵比一阵疼。疼啊！哎呦，那是要生了呀！那我怎么办呀？小王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紧张啊！现在风浪太大，船进不去。你呀，要做好为媳妇接生的准备。可我一个大男人家，我什么都不会呀，我。你别紧张，我会在电话机旁边指导你的啊。好。小王啊，你听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做接生前的准备工作。好的。我问你，有没有剪子啊？剪子？对。有，我媳妇儿啊，有把裁衣服的剪子，行吗？行，你听好了，你要再准备一把刀子、钳子，还有纱布和酒精棉球。不是这个酒精棉球和纱布它没有啊。酒精棉球就用高度白酒，纱布你把旧的柔软的衣服撕2件。赶紧现在把这些东西放到锅里去煮，快去。好的，我去找啊。机长，你稍微等啊。喂，小王。机长，我跟你说的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你把这些东西准备齐了。你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有信心。我问你，大声回答我，有没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季才呀，我们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行。媳妇儿，你疼吗？疼了。媳妇儿，你想早点看见咱的儿子吗？想。那我给你接生，你怕？我不怕。好，咱们生儿子！
哨所，哨所就是小小的家。风里去斩首呀，雨里去巡查，放眼看海。